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探评书。今天是2026年1月13号。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、胡指、胡薇，還有胡一金老師這個胡指激動人心的17連陽終於結束了差一點就練成了什麼降龍18掌。這個瘋牛終於喘息了一會兒。1月13號三大指數集體調整，深成指跌1%，創業板指數衝高回落跌2%，滬指跌0.64%。今天這個胡適又創紀錄首先是一個成交量創了紀錄，滬深兩市是3.65萬億，這是又是有史以來最多的，比上個交易日多了將近500億。從這個 K 線圖上看滬指今天是放量下跌，成交量比昨天多嘛，完了之後今天的陰線把昨天的这個陽線整個的給覆蓋了，包住了所以給人感覺不太好。但是你再想一想，它是連漲了17天，拉出這麼一個陰線，你也很難說它就是到頭了。我一直說這個是沙灘上建高樓，什麼時候倒下都有可能，隨時不可預測，因為它指數完全被操控了，說不定調整個2天接着往上走，对吧？4200點、4300點、4500點也有可能，但是也有可能就這兒開始往下，因為击鼓傳花的遊戲不能長久醜媳婦要見公婆，最終是要看業績。今天對這個金融消費者來說也是叫幾家歡喜幾家愁吧，3729家下跌，1622家上漲，這個資金流出2200億。前期大火的什麼商業航天板塊，這一次是領跌。我看現在漲的那些好像都給我感覺是補漲。一般老股民知道就是前期不漲的股票，這個時候跟着後面漲一下，大盤在跌它在漲，這種補漲一般的就是標誌着這一輪漲勢結束了，也就是意味着後面恐怕就是自由落體了，開始往下了。當然了，這個經驗未必就是一直靈呢。但你看到以前不漲的股票現在漲的時候，它標誌着這種補漲一段行情結束。你比如說今天那個蟄伏了好長時間的上海建工居然還漲停了，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漲停搞不清有什麼內幕，但是它前面不漲，今天來個漲停，不需要理由大概就是補漲。那這個那個建工爺叔就麻煩了，你說他這個時候是減倉呢還是繼續持有？減倉做個波段，那明天後天他萬一再來2個漲停，那爺叔又要氣得吐血。如果你不減倉吧，你不動，對吧？非得等它漲到5塊4塊，結果他明天就回調個幾天，這漲停又白漲了，又坐了一回電梯，大腿都拍斷了。如果你是上海建工爺叔，你拿了10幾年，對吧？拿了幾十萬的籌碼，你該怎麼做？怎麼做都會後悔我看周末這個任澤平老師連發好幾個評論呢，新浪證券還轉發了說任澤平說A 股此輪大牛市10年一遇，2024年924以來新一輪大牛市拉開序幕，振奮人心，萬眾矚目。近期外資紛紛看好中國，紛紛加倉，居民存款搬家，跑步進場，基金銷售再現火爆，券商開戶大幅增長，00後也開始現身股海。2024年924之前，市場一片悲歌之中，筆者鮮明提出信心牛和東升西落，預判未來將啟動新一輪大牛市，引發廣泛關注和討論。時隔1年，牛市氣貫長虹，在爭議中跌創新高，這是繼2014年5000點不是夢之後，再次從宏觀層面成功預測牛市。筆者在1年前提出未來是一輪什麼牛市，我認為是信心牛，也就是政策大幅超預期，帶來對中國資產和經濟前景信心的大幅扭轉，是對看多中國的獎賞，是對看空中國的打擊。物極必反，否極泰來，股市總是在絕望中重生，在爭議中上漲，在狂歡中崩盤。此牛市10年一遇，有3大驅動力、3大使命和2大前景。實際上任澤平說這些有點滑稽就是你只要有一個信心牛就夠了，你後面還在什麼3大驅動力3大使命這些呢，就有點叫畫蛇添足你就說相信的力量就完了，就是我就是相信它要漲，对吧？这個股市它偏離了宏觀經濟，對吧？它就變成了一個立場，你預測它漲，這叫看多，對吧？這叫對看多中國的獎賞。你覺得它要跌，那這叫看空，對看空中國的打擊，已經變成一個叫什麼？最後變成愛國不愛國了。
有很多这個基本盤啊，它是見不得你去批評，把批評就叫唱空，叫做空。這個任澤平實際上啊，已經滑向基本盤了，對吧？若批評不自由，則讚美毫無意義。有很多網友指出啊，這個任澤平啊一喊多，那股市就應聲下落啊，對吧？任澤平投身房地產的時候，房地產立馬見頂啊，開始崩盤。任澤平號召這個新能源的時候，好像也套了一大批吧。這個指數牛市和散戶有什麼關係呢？聽了任澤平老師的，進去買股票的賺錢了嗎？能賺到錢嗎？你比如說啊，最近這個大熱的商業航天，有網友說啊，700倍市盈率的製造業股價大漲，1000倍市盈率的製造業股價大漲，虧損的製造業股價在大漲。說7倍市盈率的格力股息7個多點，格力股價2025年下跌，2026年還是不漲，說真是看不懂啊。格力已經被打為老登股，包括茅台啊都叫老登股，現在時髦的叫商業航天，不看業績，只看概念。有股民抱怨啊，他說這樣的 A 股太陌生了，說 A 股漲到懷疑人生。2026年開年以來 A 股持續演繹開門紅行情，指數節節攀升，漲到懷疑人生，一眼望去全是漲停，除了我買的。一位投資者在朋友圈發出感慨，大 A 都17連陽了，我在哪裡？這個行情大家都賺錢了嗎？他說我在白酒躲牛市。微博上 A 股也成為投資者正在熱議的話題。中信建投表示啊，隨着模型能力不斷提升，尤其是推理如長窗口成本顯著下降， AI 下游應用場景正加速進入商業化驗證階段，重點關注搜索營銷多模態。指數連續上漲，沒有太大調倉，此前已經重倉 AI 應用。一名私募基金經理向記者到處去判斷，股市行情通常領先於基本面，身處牛市，信念不應動搖。你看，就是相信的力量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炒這個商業航天啊，搞不清楚啊，好像是什麼一年要發射20萬顆衛星還是什麼意思啊？總之莫名其妙啊。有網友就說了，航天啊怎麼不航天了？他媽的天天航來航去，繼續哇哇叫啊！什麼航天人，什麼20萬衛星，一天天的不是港股暴漲就是 A 股暴漲，聊天記錄分分鐘999加，怎麼我一上車就不暴漲了？被我一手買崩了。我不在時，你們天天又是要會所嫩模，又是要買車買房，又要全國全世界旅遊，又是天天山珍海味各種大餐，怎麼把我騙上車就暴跌了？說這他媽有這麼巧嗎？很正常啊，這些概念股啊，它就是騙散戶上車，对吧？等到散戶上车差不多了，就一网打尽。這個商業航天啊，漲到大股東害怕，財經網報道啊，近期商業航天板塊在 A 股市場熱度飆升。1月12日，中國東方紅衛星股份有限公司，也就是中國衛星啊，發布風險提示公告。公告稱，2026年1月12日，中國衛星股票以漲停價收盤。公司股票自2025年12月3日以來，收盤價累計上漲幅度180%，一個多月裡面啊，已經快2倍了啊。同期，申萬軍工行業漲幅41%，上證 A 股漲幅7.42%，公司股票短期漲幅明顯高於同期行業以及上證指數漲幅，但公司基本面未發生重大變化，存在市場情緒過熱、非理性炒作風險，公司股票擊鼓傳花效應明顯，交易風險極大，存在股價短期快速回落風險。中國衛星提示，目前該公司股價已處於歷史最高點，已脫離基本面，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二級市場交易風險，理性決策，審慎投資。把上市公司都嚇壞了，趕緊出來啊！這個公司啥變化也沒有，股價漲了2倍。這就是任澤平老師說的啊，牛市，這不就是個賭場嗎？對吧？你要去澳門，那不更熱鬧嗎？不光是這個中國衛星啊，什麼航天動力也提示風險，說啊，我主營業務不涉及商業航天，僅配合加工火箭發動機零部件，也是火箭的發動機的某些零部件是由航天動力來加工，跟商業航天沒關係。人家趕緊出來闢謠啊，別到時候你這些大寶貝賠了錢要告人家公司。這個叫什麼再生科技說，航空航天領域高硅氧纖維產品暫無訂單，也就是他這個產品還沒有訂單呢。航天黃宇說啊，如未來股票價格進一步異常上漲，可能申請停牌核查。剩下的什麼東方衛星、理工導航、國博電子、航霄鋼構紛紛表示，商業航天衛星領域的營收佔比比較小。這個叫什麼航霄鋼構的啊，那就是個老莊股啊，這種股票為什麼還在上市公司呢？我也不知道它是幹啥的，好像這
麼你只要什麼大算力的吧，它也是算力股；人工智能它有人工智能股。现在商业航天它又是商业航天股，啥概念不概念的？它就是一個莊股。還有啊，這個大股東趁機減持，這個航天發展啊，控股股東中國航天系統工程、航天科工於本次股票交易嚴重異常波動期間，分別減持838萬股、744萬股。既然大家都看好，那就大股東趕緊減持了吧，賣給你嘛。還有這個什麼信維通信發布公告啊，實際控制人、董事長、總經理因個人資金需求，計劃在2020年2月3日至2020年5月2日期間減持964萬股，占公司當前股本的1%。說到這兒，有專家總是不讓大股東減持，我實際上是支持國有資本啊，這些大股東減持的。哎，你就趁現在高點呢，这些对吧？所謂的這個叫金融消費者，他願意要啊，你漲了3倍、2倍他還要，你趕緊賣給他呀，這不就是國有資產升值了嗎？然後這個國有資產你賣了這個，你把這錢你解決養老啊，對吧？醫療保障啊，養老保險基金充實啊，這不是缺錢嗎？為什麼不讓你減持呢？這些商業航天啊，這個好像基本上都是國企比較多啊，就是國有股比較多，應該趁這個時候減持啊。你漲了好幾倍，對吧？歷史高位你不減持，減持完了之後這個錢充實社保基金多好啊。還有什麼人工智能啊、AI 應用什麼的，這個泡沫啊，跟美股啊這個息息相關。美國那邊泡沫沒破裂，那這邊還可以跟着後面。如果美國那邊破裂，那這邊也會應聲而落啊。不過啊 ，A 股這2天啊連創紀錄，確實顯得很瘋啊，對吧？成交量是連破紀錄啊。這個更多的啊還是場內資金啊自救，或者叫自娛自樂。這個融資融券不是創了新高嗎？融資金額又創新高。我看有媒體報道啊，這個融資餘額啊一天就增加了4000億。這4000億一融資一到，他不就得買股票嗎？所以說你就知道為什麼這個成交量創新高啊，這都是場內資金啊自己加倉加槓桿。那正因為這樣啊，如果連續幾天下跌，那就會出現崩盤呢。所以說這個風險是很大的啊。新浪證券報道啊 ，A 股第2次融資單日買入金額超4000億。我們再看個新聞啊，中國經濟週刊報道啊，證監會開出100萬懸賞令，舉報股市黑幕，最高拿100萬。1月12日 ，A 股單日成交額超3.6萬億元，刷新歷史記錄。與此同時，資本市場進一步加強了監管。新年伊始，先是12部門聯合整治財務造假，後又由證監會與財政部聯合發布《證券期貨違法行為吹哨人獎勵工作規定》，給吹哨人100萬元的懸賞，並不是簡單的利益交換，而是利用制度槓桿，撬動市場自我淨化能力，讓上市公司違法違規行為無處藏身。想法是好的啊，就是鼓勵那種叫生猴，對吧？鼓勵舉報，哎，最高給你獎勵100萬，有吹哨人呢。但是啊，這個都是治標不治本，為什麼呢？它差別在什麼地方啊？就吹哨人應該獎勵啊，這是鼓勵，這沒毛病。但問題是你吹哨人吹了這哨響不響，不在乎吹哨人呢？也就是監管他讓你不響，你就吹不響，對吧？是讓你吹得響，在那吹得響。虽然你在那吹啊，你手上有材料，你舉報，但是監管認為這個，對吧？不利於市場穩定，對吧？不利於行業發展，不利於人工智能，不利於機器人，不利於跟美的做鬥爭，那你這個哨就吹不響，不就這麼個事嗎？什麼時候啊容許做空，容許這個投資人機構，對吧？有能力的人自己去調查，人家在市場上做空，你監管部門只是做個裁判，對吧？誰有沒有違規，你按照規則來，你們自己來，這個才是個公正的市場。這個一切權力在監管這兒，查誰不查誰，罰不罰誰，給誰立案不立案，都是監管說了算，那就是暗箱操作。那誰能監管那些監管呢？對吧？但监管的人都被抓起来了，誰能保證？所以說啊，這些都是治標不治本。你看都很熱鬧啊，你看动靜還挺大，动作也挺大，給人感覺資本市場就要好了，實際上它是治標不治本。你只有允許做空，对吧？做空的人就像啄木鳥一樣的，他自己就是找那害虫去了。哎，如果做空你亂做空，你誣告，那人家反過來會讓你爆倉，不是一個道理嗎？所以說啊，給吹哨人獎100萬，這個杜絕不了欺詐上市、做假賬、財務造假。我們再看啊，又有騙局啊，這個都是老一套了啊。這是央視法治在線報道啊，說6000人的炒股群，除了你都是騙子。吉林長春王先生加入內部薦股群，群裡熱火朝天，人人曬盈利截圖，直到真警察衝出門，他才知道6000多群友都是演員，軟件也是偽造的，連券商客服公號都是假的。大家看視頻啊。是吗？啊，对啊。
我们是这个长春本地公安机关的，跟你了解点事儿。今天是不是去买黄金了？是准备要交给别人不？是不是准备要交给别人啊？这个事儿我跟你就这么说吧，我们就是反诈中心的反诈中心就是因为你这个事儿要交给的这个人，他们就是电信诈骗的，我们这块儿逐级在找你，一直在找你，就是怕你把这笔黄金送出去。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，王先生一头雾水，完全没想到自己正處在危險之中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事情還要從不久前說起。當時初入股市的王先生通過社交軟件加入了一個股票交流群，隨後接到了一個自稱姓單的陌生女子的來電。給我打電話，他說我們推薦股票，老師推比較準啊，這個你要是掙錢了呢，你就算你的利潤，不掙錢呢，就是我們還有個保底的補償損失，他給我打過來。對方自稱是某證券公司的工作人員，不僅報出了姓名和工號，還提供了薦股老師的詳細信息。王先生上網核查，發現確有其人，便放下了戒心，加入了對方發來的證券直播群。群內顯示，群成員有6000多人。起初，王先生購買了薦股老師推薦的一隻股票，結果卻虧損了。完了，我就是持有了幾天之後，後期賠錢了，他那個群裡就告訴我，他說我們這個股票現在拉不起來了，說你們虧損的報下了，回頭我們把虧損的損失那個打給你們。我虧損了2000多，他真給我打過來了，打到我那個支付寶裡了，這2000多虧損的。完我一看，這是挺靠譜啊，他們說話真兌現呢。這筆賠付博取了王先生的信任。幾天後，群裡的薦股老師聲稱有內幕消息，可以購買幾家上市公司大股東減持的股票，並承諾通過調撥資金可以連續拉漲停。王先生按要求下載了一款對方指定的所謂券商 APP， 並嘗試投入了1萬元購買某隻股票。用那軟件，用我綁定我銀行卡，啪，我轉進來了。轉進去之後呢，就進他那個軟件裡了，他那個顯示利潤就是1萬，顯示1.3萬了。在群裡我又觀察好幾天，我看大家的20萬、30萬、50萬的都分到錢了，完一截圖盈利，截圖是真的是假的不知道。完我一看是真盈利啊，20%、30%、40%都是這樣的。我說那大家那裡邊狂熱都搶。雖然群裡的狂熱氣氛讓王先生心動，但他仍然存有一絲疑慮，甚至將警方的反詐短視頻發給對方試探。但對方卻以自己也經常參與反詐宣傳、金融行業人員容易被冒充等回復岔開話題，也打消了王先生的顧慮。隨後，他籌集了50萬元，準備加大投入。思琪老師，我的意思，今天如果注資成功了，明天還可以承接嗎？可以啊，您今天注資成功，今天就可以承接。如果明天還散的話，您就再給我發信息來申請就可以了。他說那轉賬不行啊，轉賬容易，他說那到時候有痕跡啊，你股東減持最好是現金，或者那啥還有啥？我說他說的，還有黃金也行。他說你拿着黃金，到時候我們派人去收，收完就現場的時候這樣的，看完那個黃金之後呢，他說馬上給這錢直接轉到這個軟件裡邊，軟件就是我個人的賬戶了。他說看到錢之後，先給你轉進來，你再讓工作人員走，他再把黃金拿走。對啊。哎，我說這行啊，我說這個安全呢。警方通過技術偵查手段捕捉到了這一線索，判定了這是一個境外詐騙團夥實施的投資理財類詐騙，而群裡呢90%是群演，專門針對被害人設計詐騙劇本。為了防止王先生將黃金交出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，警方決定兵分兩路，一路在交易地點攔截，另一路則通過大數據查詢被害人的具體信息。我們當時接到線索之後吧，手頭只有一個該人買賣黃金的一個收費的票據，還不知道該人的姓名，也不知道他家庭住址。然後當時呢，我們跟市局研究的辦法和這個當時的方式就是兵分兩路吧。第一路就是派出一組這個民警，然後到達這個所謂的交易地點。如果說真是他要交易黃金的話，把這筆黃金攔住。第二種方法呢，就是我們帶人到達這個黃金的店鋪的位置，把他那個視頻給我們調取出來了，現場就把這個相關人員識別出來了。然而，面對民警的勸阻，深陷騙局的王先生起初並不相信自己被騙了。這個軟件是假的啊！這軟件我就沒查軟件，但他那公司是國金創投，國金資金這個下面那都是 P 的，那些給你的資質的材料都是 PS 能 P 出來的。但實際上那個系統就是他們虛構的、自己偽造的，在境外的一些相關人員開發的。這個東西是他可以控制漲、控制跌，然後讓他先嘗到甜頭，
然後之後你就會大額的往里投钱，所以他这个平台是假的，里边所谓的股票也是假的，包括你余额也是假的，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。警方深入調查發現，王先生所在的6000多人的直播群裡，那些所謂的狂熱股民，絕大多數也都是群演或者非真人的虛假賬號。狂熱搶購股票，實則是詐騙團夥專門為被害人精心編排的劇目。而且他說到了他群裡邊有6、7千人，以往這種投資理財的這種微信群吶，或者其他軟件群吶，90%都是托，都是虛假的一些人員吶，或者是一些賬號，裡邊真正可能是實際上真人存在的，真正的群眾和被害人的可能就1個2個的，其他人全是在哄騙你，然後造成一種你在這個群裡邊只要聽老實話就會掙錢的這種假象。就在警方及時攔截之後，詐騙團夥仍然在通過社交軟件不斷聯繫王先生，並通過各種方式引誘施壓，讓其交付黃金。在警方的提示之下，王先生刪除了與詐騙團夥聯絡的社交軟件及虛假券商軟件。爹，我們離開之後，然後這個東西你不刪，然後人3券2券的，你再就執迷不悟了。我經常啊發這樣的反詐視頻，薦股群，對吧？這個炒股詐騙，你看這都是央視報道的啊，不是誰捏造的。就為什麼這樣的騙局它不能斷絕呢？那根子還是在監管嘛，對吧？根子還是在這個叫降智教育啊，洗腦教育，就像這個胡適一樣。這樣的胡適不照樣有人往裡衝嗎？衝進去之後，還有人說，哎，你為什麼不炒股啊？還有人說啊，你要炒股的話，你不比你現在賺的多得多嗎？這那個賭徒，對吧？號召那些人，哎，你也進來賭啊。你賭能贏得多啊？你看這樣的人永遠啊杜絕不了。就是你看這樣的節目啊，天天放，天天宣傳。這個為了反詐呀，這個警方也是操碎了心，對吧？還有這個監控電話，監控銀行，監控這兒，監控那兒。但是你看為什麼這些這個大寶貝就這麼多呢？對吧？不僅是降智教育啊，洗腦教育導致的，更多的啊還有這叫貪婪，總想着不勞而獲，總想着對吧？買個什麼東西，過2天一賣就能財富自由。這些金融消費者大概率也是這樣啊，所以這個最後啊，民警啊非要讓他把這個 APP 給刪掉，怕他以後還跟人聯繫，那真叫大寶貝啊！你這有什麼用呢？他今天你把他救了，他這個黃金啊沒有給那些電詐分子，但是他會給別人，就他一定會被人騙走的。手機裡面的那些詐騙 APP 好刪除，但是腦子裡面那個根深蒂固的不勞而獲的思想，那種貪婪，那種不自量力，你能刪得掉嗎？刪不掉的，對吧？他轉身就去加盟一個奶茶店去了，要麼就是去 P2P， 對吧？要麼去理財去了，要麼把這黃金存到一個什麼一個地方，對吧？一年給他多少利息，過幾天一爆雷，他又去報案去了，又找這個政府，對吧？找警察給他維權，樂此不疲。我們再看啊，這個永輝超市，哎，又出新聞了。這個是新黃河報道啊，說永輝超市學胖東來20個月後現狀。1月12日盤後，永輝超市發布2025年度業績預虧公告，預計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負，至此公司將連續第5個財年出現虧損。此時距離其全面啟動學習胖東來模式已過去20個月。永輝超市胖改成功了嗎？財務數據顯示啊，2025年前3季度永輝超市營收424億元，同比下降22%，扣非後歸母淨利潤虧損15億元，營收與利潤雙降。前3季度永輝關閉門店超325家，開業門店總數從高峰期的1000家縮減至450家。截至2025年3季度末，永輝已完成50%的存量門店調改。這個永輝啊，3年連虧80億，調改門店破300家。這是南京新聞報道。永輝超市自2024年5月啟動胖改，至今已有1年半時間。從公司2026年1月9日公布情況看，全國調改門店已突破300家。2025年10月，永輝 CEO 曾公開表示，學習胖東來模式仍處於初級階段，堅持長期主義，希望用2到3年走出生死線，5到10年真正成為一個國民超市品牌。這個怎麼理解呢？是不是說明他學胖東來沒學到精髓啊？因為業績不行嗎？還是虧損嗎？一共就450
250家，300家已經挑完了，对吧？还剩150家没挑完，你还想说明什么問題呢？一共營業的只有450家，300家已經學了胖東來了，還有150家沒學，還是在虧損。那不問一問為什麼嗎？聖城啊，只有一個耶路撒冷，對吧？就是耶路撒冷，你不是全世界到處都是，你全世界到處都是聖城，那信徒還往以色列跑啊，對吧？當初啊，我就一針見血指出，這個就是叫炒作、割韭菜，資本市場割韭菜而已。學那個網紅超市的多了去了，有一個學成了沒有？就但凡有一個學成的，說逆天改命了，那也能說明他那個模式能複製。沒有一個學成的，對吧？那麼多學幾十家呀都在學啊，沒有一個學成的，那就說明他那個模式是不可複製。不可複製的不就是炒作嗎？你學人家的模式，學了個皮毛，人家要的是流量，對吧？人家的這個核心能力是流量的能力。最後我們再看看這個胡一進老師啊，這胡一進老師他又出來教育那些有錢人或者那些貪官啊，要低調，夾着尾巴做人，大致意思啊。最近不是有一個那個演員叫嚴學金嘛，直播的時候哭窮，後來跟他粉絲懟上了啊，就是凡爾賽嘛。然後又說啊，這個農村裡啊，你只要不懶，勤快一點，一年賺個10幾萬的還是很容易。這一下啊，徹底把這個粉絲的怒火點燃了。然後現在嚴學金又是道歉，對吧？又是這個又是那個的。然後胡一進老師就是來評論啊，他說成功人士啊，必須在基礎認知上克服傲慢，抑制炫富的衝動，尊重大眾生活方式和市井中瑣碎溫暖的東西。後面說啊，這不僅政府官員，各行各業成功人士也都應當低調。就這意思啊，就是互聯網收拾過各種各樣的炫耀者，炫富可以說是一條誰碰誰死的高壓線。總之啊，胡一進老師告誡啊，就是有錢也當官的或者是明星不要炫富。這個胡一進老師這麼說的前提啊，他有個潛台詞，就是這些人的錢來歷不明，不乾淨，不乾淨，你一炫你就會出事。我在想啊，你的錢如果來得乾乾淨淨，你炫富咋了？人家能把你怎麼樣？這個馬雲不用炫，對吧？馬斯克也不用炫，馬化騰的他也不用炫，都知道他是巨富，那怎麼沒人去攻擊他呢？主要是吧，你一個是啊，你的錢要來歷要乾淨，對吧？你是合法賺的錢，不怕炫富，大家都有錢，都不敢花，哎，都吃糠咽菜，那也不利於消費呀。你還怎麼拉動經濟啊？怎麼消費啊？有錢人不敢花，對吧？沒錢的人他沒錢花，那消費不就歇菜了嗎？所以胡一進老師他一再告誡啊，當官的這些明星不要炫富，他的潛台詞就是你們這錢來的不乾淨，經不起查呀。就像加州老師啊，一查你看出事了吧？所以胡一進老師他你看啊，他是以身作則啊。胡一進老師對吧？經常就吃一碗面條，上面還都不加個雞蛋，然後股市賺了錢啊，就買5件 Polo 衫。然後啊，2塊錢的鴨翅、鴨脖，這個羊毛他也薅。一個人看病，對吧？你看他是刻意打造一種低調的這種非常樸素的這種生活方式。至於晚上回家一個人是不是躲在房間裡面喝茅台，這誰也不知道啊。嚴學金的問題啊，我覺得是一種錯配，對吧？他本來是那個圈層的人，你在那個圈層，結果他要賺下面圈層的人的錢，他跑到下面這個圈層來聊天，匹配不上。再加上啊，他不食人間煙火了一點，對農村現狀也不了解，對那些失意的人啊，基本盤他極盡嘲諷，對吧？他不太關注啊，很多基本盤是因為社會原因導致的。那你比如房價暴跌，導致了很多人就是斩杀线嘛，變窮了。這個不是他不努力啊，對吧？也不是他什麼好吃懶做，相反他很努力啊。那這個肯定會遭到別人的這個痛恨呢，對吧？對這種弱勢群體啊，他沒有一個同理心和同情心，結果他還需要弱勢群體來幫他買他的產品。總之啊，在胡一進老師的潛台詞裡面，對吧？這些有錢人那錢來路不明，都不乾淨，跟加州老師一樣，所以都要低調一點。你不低調，那就是下場就是加州老師。好，這期節目啊，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